胡总，您的咖啡。不是说不加糖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给忘了，我立马给您重做。格式不对，4号宋体，行距1.5，备注你看不到吗？好，我马上重做。让你按时间类别和制作公司进行分类，这么简单你都能出错，重做。好。你连系扣子都系不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重新给你系。你懂不懂颜色搭配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领带你也不会？马上好，马上好。行了，别系了，把修改稿给我看一下。哦。没什么问题，把打斗段落按昨天会议上说的修改一下就行。哦，好。吴总，中午11点半和天游的吴总还有个会议。你把棕色文件夹里的资料都带上，先去开车吧。啊，好。南州，要不今天的会议还是我去吧，我和吴总私交不错。行，那今天敬训跟我去吧，你在公司老实待着。嗯。顾总，今天辛苦了。再见。哎，顾总，你的衣服……不好意思，再见。再见。我只是让你给我织够一套西装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处理不好，是我给你的经费不够，还是我的话你理解不了啊？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省点钱嘛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您说的有道理，我的错。认错倒是挺快，诚恳认错，死不悔改。现在每天要我叫你起床，你也从来没有准备过早餐。每次我让你早点出发避开早高峰，你听过吗？那我也没让你迟到过啊。你还有理了？没看出来啊，我妹夫气性挺大，不愧是老板啊，对自己女朋友都吆五喝六的。哎呀，哥，我们在说工作上的事儿。你是他们家保姆吗？拿这么多东西？你以前不也这么使唤我吗？怎么现在觉得不对了？我是你亲哥，他呢算什么？不许你哥再来，房租翻倍。啊，别啊！我尽量。